其實呢個片係2017年嘅時候開始拍嘅，咁其實因為我講之前喺一個劇團嗰度工作，咁所以其實有一個契機係一個昆曲同埋能樂嘅一個交流嘅時候認識嘅。咁2017年係開拍啦，但係其實真係認識佢哋兩位咧，其實已經去到2012年嘅時候，我真係喺嗰個交流嘅時候認識。但係去到2017年咧，先有個契機可以開拍。我最初認識佢哋嘅時候，我就啱啱做完一個紀錄片《乾蛋路》啦，係我第一部紀錄片。對我嚟講，呢個 topic 係同《乾蛋路》有一個對照嘅，即係一個乾蛋路係兩個男仔喺香港佢哋想從事蛋角嘅演出，但係佢哋冇辦法去做到。咁所以真係去認識佢哋嘅時候，去理解咗佢哋特別係媽媽嘅故事嘅時候，最初嘅時候就會有一啲觸動，而覺得佢好似用咗好多嘅能量先至可以展開到佢呢一個追求。咁後嚟再同佢嘅女去再認識多咗之後，我好記得真係開展呢一個計劃嘅時候，我係從佢嘅女嗰度聽到一句説話，佢話佢作為一個能樂師，身為一個女性嘅身份去出生，其實係一個錯誤。當聽到呢一樣嘢嘅時候，我好好奇點解一個人會對自己嘅身體會認為係一個錯誤，但係佢仍然要去做呢件事，即係呢一個係我最吸引嚟講。雖然係一個即係離開咗香港嘅一個觀察一個個案，但係對我嚟講，其實都係翻去人一個即係面對一個好似係冇可能前進嘅一個道路嘅時候，佢點樣去面對呢樣嘢？其實真係去到我想去做呢個 project 之前，我都有問過一啲能樂嘅一啲研究嘅人啦，去問其實日本有冇人去拍一啲關於能樂師嘅嘢啊？咁佢就話其實日本並唔係咁多人去拍呢一樣嘢，因為其實除咗 NHK 可能好被歡迎可以做呢件事，其實好多人係冇辦法進入佢哋嗰個世界。當然喺嗰啲紀錄片入邊，女性其實就不被一個好清楚嘅看見，甚至其實好多人，包括我自己嘅團隊，我嘅成個團隊都係日本人，而我嘅攝影師亦都話其實唔係因為拍呢個片咧，佢都唔知道原來係有女性可以站上台。咁但係的確亦都因為呢個咁嘅背景其實我真係去展開呢個拍攝嘅時候，透過佢兩母女嘅進入呢個世界嘅時候，其實亦都因為我係一個外地嘅人，所以其實佢哋對我嘅要求或者規矩相對地會少啲啊。咁亦都因為咁樣所以我反而有一個容易啲進入呢個世界嘅一個方式。例如可能你 expect 你拍呢個片應該就有一個正式演出嘅時候，嗰個能樂師戴上面具嘅鏡頭。咁但係呢一樣嘢係幾乎係我哋無論點樣爭取去討論嘅時候，都係冇辦法可以做。一般呢個面具咁其實佢哋相信每一樣物件身上面會戴嘅物件都係有spirit 嘅，而嘅特別係面具，其實可能年紀最輕嘅可能係50歲，咁但係年紀最大嘅可能有200歲。咁我諗另外一個最困難嘅當然就係即係我係一個唔係喺日本長大嘅人啦，縱使好喜歡日本電影去對呢樣有興趣都好啦，其實我冇辦法可以即係 put in 咁多嘅內容，咁所以每一樣嘢都係一路學一路問嘅。咁當然另外一個就係語言啦，語言我唔係一個直接可以聽得明日文嘅人啦，即係一啲簡單嘅 phrase 生活上面嘅嘢可以聽得明，咁我都有翻譯去做。咁但係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有趣嘅經驗啦，就係我冇辦法直接理解，但係我其實我要開我自己嘅 sense， 我要去感受每一個動作每一樣嘢究竟係佢個感受係點，即係佢嘅情緒係點樣，或者個環境。咁呢個都係一個幾特殊嘅經驗。其實喺能樂嘅觀眾嚟講咧，其實女性嘅佔比例係超過1半嘅，而其實好多女性咧，其實係會去學能樂啦，跟住之後佢哋會特別積極，就算其實我見過佢哋嘅學生係去到80幾歲都有嘅，所以其實都有一個好現實嘅就係、其實佢哋嘅觀眾同時間就係佢哋嘅學生，佢哋嘅學生同時係佢哋嘅觀眾。所以其實同時間我會話點解嗰個環境可能會一路咁樣，好似女性會被多啲看見咧？其實因為佢哋亦都用緊呢一樣嘢去 promote 緊能樂。你睇到最後
嘅訪問啦，即係關阿女嘅訪問。拍成個紀錄片，我同佢做過好多次嘅訪問。每一次都係一種正式啲嘅訪問啊。所謂正式嘅訪問係都係你見到大頭可能去一問一答，但係去到最後一次同佢做個訪問，我全程嘅訪問咧，佢係眯埋眼嘅。咁嗰一次同佢做個訪問成個過程我覺得成個感受個溝通係好唔一樣。我覺得佢可能因為眯埋眼嘅方式，令到佢可以好 focus 喺自己入邊，而佢喺講嘅過程或者係去到一個佢可能之前冇去到嘅位置。所以嗰一次亦都係我覺得我同佢最接近嘅時候。所以亦都係做完嗰個訪問喺嗰個過程入邊，我覺得我終於拍完呢一套紀錄片。因為真係認識咗佢好多年，但係亦都係好好嘅朋友。但係可能一個日本嘅文化、日本嘅成個文化建立，其實冇辦法可以好直接去表達自己。I have no comment. Okay, I think this is time 要走啦。Thank you very much.